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妈妈，想吓我，想黑我当我妹妹，吓唬你，我不信你试试，看看在你茶茶里边、后跟里边有多深。那妈妈，咱们妈妈想黑我，光别给我打错，妹妹，你别干嘛？你咋不骂了？你有种你都不骂了，搁家里骂那啥？我想骂，我听见我早骂，你有种再骂，再骂就把你撂喝下去。你看看，哪有大女人？你看看吧，你再骂我，有种再骂，你说再骂，嫁女人，骂女人，我再骂老你啥？他骂我，你干嘛？哎，这有种吗？有种你下来，有种你下来，我来，我来，老女人骂你，有了吗？有。哎呦！我老爷那个太阳高吓我！跑了！别走了！老妈妈来我弄起床，哎呦！我三个女人我叫一声，俺这个儿子他没在家，哎呦！你好比黄肚狼子变成了酒，哎呦！今天把我喝里了，再骂出来你两碗就喝里谁要不了我什么多？哎呦！我不敢了，你还快硬了！我明白的，吓我！在份上了，还给我硬了！俺不是黑我长大的，不敢！你我不是黑虎长大的，俺不是黑虎子长大的。你再骂长大的，那你骂完就骂呀！你骂你骂吧，我开始，我下来，你别说女人，老爷到底骂的，骂人家的车了，我这回不想骂。你别把我再接着走了，你不敢骂，我接过了我叫干嘛？你不敢骂，我接过了叫干嘛？你骂干嘛？我接过了叫干嘛？你上哪骂呀？我对你不骂呀？不想骂，你骂，我不想骂，咋样呀？我哪跑呢？想跑你跑，你俺跑。我没走再跑来，这老娘就不干了。俺3个人在家，你天天吃了吃来啥？不跟你一般见识了。看你这个老婆婆，哟，那人不在家，你还吵闹一老二了。骂这个骂那个，别在这骂。那三女人嘛，是要讲你这个心里还在乎，不要讲，对吧？俺3人一走，都叫你这个贱女人心毒。我就不要对你在乎，要良心，我不会。我再想吃我，我谁让他谁就骂你了，他那帮人给你混就混了，你想逼我呀？骂你了，我逼你，我过来老人下台，我逼你啥？你下台，快点，我一看我不要这个说，快点行，快点，咱快点打了啊，快点打了，别跑呗，还叫干好再拿好再，你我给你看着，看到吧？你骂，别往这回劲儿，他我保好，你好好干呀你咋没逮住我你让他妈要大体就完了吧？我就你他妈，你让他们大体。很麻烦，我们下课了，下课了，别慌着，不要跑，再你，下课了，人咋的？别说人咋的了，可了点，哎呦，可了点，要不讲话的，让你牛妈妈，你让你撂下来，
干你干死我了！一日三日，一日三日，我你个老女人，你没事，别这回可结了你了。哎呀，你这老可不对了，结了，你老搞这个别，大爷，你人打大爷，这多别！哎呦，你骂吧骂，别打大爷，别快点让我，老大爷你可不说，他妈啥也可不说，会拿这刀说的刀，那大鬼鸡可不说，别鸡，你可不说，说了，拿回来，回来了，别刀，可不说，可不行，别刀，你不说刀的拿来打，你妈，我骂你这老女人，那个老女人吧。老女人，这干也干不起来了，我的丈夫。干啥呀？我还来找人家吓死你，还敢骂他呢？哪有回来再说呀？哪有回来？你这个都是干的。不在家，现在吓死这个老家去。这边不能我呀，这日子俺没法过呀。我的家。回家了，我的日子